我嘛是真好佚佗，继续来看到这是南投鹿谷乡大轮山规的白果变甲黄硬硬，会当看到白果，互日头光一个笑，金光闪闪。现场一寡游客看甲目睭无转轮，赶紧摕手机出来翕相。一般的白果拢是秋天才会反黄，今年提早1、2礼拜，按算一直到12月初拢看会到。秋天的天气特别凉爽，来到山区会当看风景、下烧茶，真适合民众规家伙仔出来行踏。 上万丛的银杏树，伫个日头光照落去，金丝是足醒目的。入秋了后，伊的树叶啊豆豆啊转黄，甲规个山头装塔甲搁较诗情画意，互真侪游客看甲入神去，拢摕手机啊来甲翕相做纪念。还有茶园，它风景还蛮漂亮的，然后就找时间找空档过来这边看一下。 伫咧海拔1500公尺南投鹿谷乡的大轮山，即马当拄着银杏当金黄色的季节，今年嘛提早1、2礼拜来转黄，沿路哪行哪欣赏，看即落一片一片转黄的银杏叶啊，亲像金色的花线同款，嘛亲像伫个蓝天白云的阴影内底，金叶啊也是伫个空中跳舞同款，用空翕机啊对山顶按落来翕，看着有够壮观呢。 观赏这个银杏转黄的季节哈，是在秋天哈，在这个季节哈，那它最适合看的是在早上跟黄昏的这个时候哈，一直到大概12月初这样子。 南投的日时啊，上高温差不多是26度左右。这落秋晴凉爽的天气，真适合大家来去外口行行咧，享受人生。若想要看到这尔水的景致，民众会当趁这阵来南投鹿谷欣赏白果啊银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另外，这个花季是伫台中的武陵农场，当年1月份就开始花季上场。头起先上场的就是梅花，也有山樱花。2月份就是樱花季，上届主要就是粉红佳人甲招好樱，一直到4月份，各种的樱花五花杂色，小莲山樱花季一个上场，互人看甲目睭滋滋上。 看到这个画面，袂输互人入去到粉红色的世界同款，规排樱花实在真水。 闹真水的花海边啊，有7家湾客斑纹鱼，伫溪仔底游来游去，互人看到心情真放松。但年1月来到花季，台中武陵农场的梅花甲山樱花就会盛开。到2月换粉红佳人甲招好樱做主角，配合国军退毒药、官兵辅导委员会，各有优惠的活动。 109年2月份的樱花季，每天提供40个房间，给农民及第2类官兵优先上网预订。 普通房甲露营区拢有优惠。农场讲，为1月到4月，各种的樱花拢开甲真水。到时阵樱花开甲规山坪，绝对互民众看一个够开。爱赏花的民众一定爱把握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